亲啊，这个5日节要到了，台中大甲区农会今年推出着5种口味的粽，要来抢赚这个肉粽钱。加入趣味、香菇等等的配料，大粒肉粽拢包甲真饱满，搁10钱。随着5日节伫要到啊，大甲区农会今年嘛推出5种肉粽。5节到啊，爱包肉粽，人订就爱互人，拢包8点包4点半。除了传统的肉粽，农会阁利用在地优质的蚵仔研发出大甲蚵仔粽。另外，阁有滥用大根高毫米做主材料的高毫健康粽，要消费者食较营养，阁安心。大甲的特选芋头如果喜爱我们大甲芋头的乡亲是最佳选择。还有台梗9号上了年纪的乡亲如果你怕吃粽子对胃肠有负担，这个是最佳选项。期待透过行销推广，让更多人吃到在地优质的美食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